當研究人員聽到來自南極冰層深處嘅恐怖聲音時，佢哋好震驚。佢哋其實忙住研究完全唔同嘅嘢，但嗰個令人毛骨悚然嘅聲音改變咗一切，仲激發咗全新嘅思路。喺今日嘅奇妙事實節目入面，我哋會探討南極嘅奧秘。自從我哋發現南極之後，我哋一直被佢嘅奧秘吸引住。呢個冰冷嘅大陸比歐洲大7成，面積差唔多有1360萬平方公里。南極係地球上唯一研究最少嘅大陸，我哋都知道原因。南極嘅極端環境令探索變得非常困難。如果我哋收集世界各地嘅冰，從巨大冰川到積雪覆蓋嘅山脈，都仲只係相當於南極冰量嘅10%。而家你可以想象南極嘅冰蓋有幾咁巨大。喺過去嘅幾百萬年，冰喺呢度不斷堆積，喺好多地方厚度達到4.7公里。呢個深度足夠可以將5座哈利法塔搭喺一齊，仍然唔會觸到地面。多年來，好多埋喺冰層入面嘅秘密逐漸被揭示。然而，即使係今日，研究人員仍然冒住生命危險去揭開南極嘅謎團。喺呢條片入面，我哋會揭示其中4個令人着迷嘅發現。第4，金字塔。講到南極，地質學家有好多唔同嘅意見。有啲人認為其環境過於極端，古代人類文明無法喺呢度生存，但亦有人認為外星文明可能與南極洲有聯繫。2016年，衛星影像捕捉到了一件震驚世界的事情，一個類似金字塔的結構從融化的冰中顯現出來。這張圖像在研究人員中引發了新的爭議。從上方看，它看起來與埃及的金字塔驚人地相似。這個神秘結構的每一邊大約有2公里長。作對比，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吉薩大金字塔高度只有750英尺，約220米。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認為這不是自然形成的，它可能實際上是由古代文明建造的金字塔。如果那是真的，那麼很有可能在南極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還隱藏着更多的金字塔。現在，如果我們就假設這一理論是真的，立刻會冒出許多疑問。呢啲人係邊個？佢哋係點樣喺咁極端嘅凍天建立呢啲嘢？我哋知道南極嘅冰芯樣本有幾十萬年歷史，呢個顯示南極已經凍結咗幾百萬年，生命存在幾乎唔可能。喺2017年，一班德國地質學家喺南極唔同地區進行鑽探，結果令人震驚。佢哋發現咗植物同樹木嘅樣本已經困喺幾千尺冰下面幾千年。仲令人驚訝嘅係乜嘢？呢啲植物似熱帶雨林入面常見嘅種類。科學家認為大概11000年前最後一次冰河時期，南極唔係完全凍結，其中一啲地區可能有森林，生命存在嘅可能性好真實。但真正嘅謎團仍然存在。我哋喺衛星圖像見到嘅係咪真係金字塔？仲未有人可以去到嗰度確認。不過有一樣嘢係肯定嘅，南極洲曾經係生機勃勃。第3個奇怪嘅聲音，喺2002年，南極洲一大塊冰裂開咗，滑入咗大海。呢塊冰叫做 Larsen B， 面積有3250平方公里，厚大約220米。一融入海洋，就好快融化咗，令海平面急劇上升。研究人員懷疑全球暖化係佢同大陸分開嘅主要原因。為咗防止類似災難，仲要監測海平面上升，一隊科學家去咗南極北部研究 Ross 冰架。佢哋喺冰層深處安裝咗34個高靈敏度傳感器，目標係真正明白點解呢啲巨大嘅冰塊會裂開，同埋點樣防止。就好似沙漠有沙丘，南極洲都有雪脊幫手固定冰架。科學家用呢啲感應器研究冰架嘅物理結構同特性，但係佢哋得到嘅結果震驚咗成個科學界。感應器揭示咗不可思議嘅事，螺絲冰架成日自己震動，仲有奇怪嘅聲音由入面傳出，嗰種聲音嘅頻率得5赫茲，頻率太低，人耳冇特別儀器根本聽唔到。但數據強烈顯示有某種力量喺度起作用，不斷震動住呢塊巨大嘅冰層。幾個月之後，研究人員開始檢測到呢種震動嘅細微變化，佢哋仲觀察到冰層發出嘅聲音會隨住天氣變化而唔同。最終證實呢種神秘嘅聲音其實係風吹過螺絲冰架造成嘅。隨住強大嘅南極風向轉變，冰層發出嘅聲音都跟住改變。佢嘅原理就好似口哨一樣，
氣流多少會改變音調。而家研究人員利用呢啲聲音去監測冰架入面嘅情況，佢是否穩定，仲有冇連接住主體。第二個，冰底湖，南極嘅冰蓋咁深厚，幾乎無法想象底下有啲乜嘢。但係令人驚訝嘅係，科學家喺呢片冰封大陸底下發現咗幾百個隱藏嘅湖泊。第一個地下湖喺20世紀70年代用雷達技術發現嘅，到而家研究人員已經確認咗400幾個冰底湖泊，嗰度嘅水幾千年嚟一直無結冰。其中最大嘅就係東方湖，由俄羅斯科學家團隊發現，佢唔單止係南極最大嘅湖泊，按體積計算仲係世界第3大湖。當科學家喺呢個位於地表下3.5公里嘅湖取樣時，佢哋做出咗一項令人震驚嘅發現，即使溫度係攝氏零下3度，水都冇結冰。據估計，呢個湖已有2000萬年嘅歷史。喺2014年，研究人員喺衛蘭湖發現咗地球其他地方冇嘅微生物，呢啲奇異生物從未呼吸過新鮮空氣，也未見過陽光。即使咁，佢哋仍然成功喺完全隔離中生存落嚟。咁佢哋點做到嘅呢？專家認為佢哋嘅主要能量來源係從湖床下升起嘅甲烷氣體。第一名，埃雷布斯山。火喺地球上最寒冷嘅地方存在得住咩？好難想象，但係真嘅。南極擁有幾座火山，單喺羅斯島就有4座火山，其中一座埃雷布斯山仍然活躍。呢座火山高達3800米，過去1300萬年嚟一直噴發熔岩。南極存在活火山，真係大自然其中一個最大嘅驚喜。呢座火山位置非常偏遠，天氣極其危險，幾乎無法到達。但喺2013年，一班科學家首次成功登上埃雷布斯山。令佢哋驚訝嘅係，佢哋喺火山內部發現咗活生生嘅微生物。人哋相信呢啲奇異嘅生命形式喺地球上其他地方唔存在，只存在喺南極。希望你喺呢條片中學到咗一啲真正令人震驚嘅南極知識。如果你覺得有趣，唔好忘記同朋友分享，喺下方評論中告訴我哋你嘅想法。如果你想睇更多類似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多謝觀看本影片。